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1，箴言22章22到23節安尼講：毋通因為人散赤，甲因剝削，嘛毋通佇城門口欺壓困苦人，因為上主會替因伸冤。三甲來祈禱，哀願無剝削散赤人、欺壓困苦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賞賜豐盛恩典的上帝，阮感謝你賜下每日所需要的供應。主啊，你是信實疼痛的天父，你監察阮的心思意念，也愛耳孔聽困苦人的聲。主啊，你用無盡的聽來聽阮，阮也要學習你聽人的心，真心來聽人。主啊，阮有時要記得你的教示，用聽來款待散赤甲困苦的人，甚至歹款待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也使阮有憐憫甲疼人的心，因為你愛阮，毋通因為人散赤，甲因剝削，嘛毋通佇城門口欺壓困苦人，因為上主你會替因伸冤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咱的主是疼痛的主，伊也愛咱學習伊疼人的心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